喂，这时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安静，咱的心来做今早起的敬拜。这时请司琴奏乐。你敢袂知吗？你敢袂听见吗？永永之地的上帝摇花创造地极的，伊无夜也无生，伊的智慧无通测度。夜神的，伊互伊有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生，勇壮的人也会跋倒。
即时，请咱要来三甲来吟圣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278首，圣徒自集主圣殿。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徛伫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兄弟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传阮入地市，就叫阮看见迄个歹。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接着，咱用使徒圣经三甲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对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是咱要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3篇，也伫诗篇139篇。启应文33篇，咱三甲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帮我。对前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
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遐尼。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你叫暗暝甲我掠走，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检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你大慈悲引带带领阮，互阮搁一遍来围内对主你的圣殿，三甲来敬拜你。求主你圣神来引带甲带领阮在座兄弟姊妹，互阮搁一遍清起阮家己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听主你的念理。求主你的灵三甲甲阮三甲伫地，也保守阮。特别固守无法度伫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无论因为当兵出外，也是工作，甚至因为辛苦病痛的缘故，无法度来到阮当中的，求主你伸圣手来引带领因，保守因，也看顾因，互因会信仰有缘日日来加添。求主你来保守阮，也看顾阮，阮将台湾这个岛屿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来保守甲看顾，特别为着新闻媒体有好的信息、正确的信息、公平公正的信息，会当互阮对伫即个社会事会当有更加侪了解。也求主你特别固守，因为心内丧凶忧闷得到身体无爽快忧闷的人来献上祈祷。也保守因的家属，伫咧照顾的当中，求主你有缘加添因困难，求主你圣神引带阮，互阮搁一遍伫主你的面前来祈祷，保守阮，也看顾阮，互阮会当脱离这一切歹的代。求主你圣神引带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这是要请圣乐队来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来赞美主上帝。
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30章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捌安尼讲：恁会得到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总是恁无买。煞者要请张牧师来分享信息，伊所要讲的得到救，得到快乐。咱搁再一摆三甲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伫礼拜日的清早起，阮伫遮组织，互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互阮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恳求你圣神引带带领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两位爷仔，大家平安。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得到救，甲得到快乐。伫咱人生的旅途的中间，咱知影，咱拢足需要这两项得到救，甲得到快乐咯。当咱伫艰苦困难的中间的时阵，咱拢足需要互人来拯救。当咱伫野生这个无力的时阵，咱需要上帝甲咱加添快乐。咱知咱要伫困苦当中怎样来得到拯救？伫这个无力野生的当中，咱要安怎来得到快乐？圣经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提供咱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以赛亚书第30章的15节，伊安尼讲：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捌安尼讲，恁得到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甲信靠。所以，咱来看以赛亚书30章伊的历史的一个背景，都是伫主前9世纪甲7世纪的中间，为着要抵挡北平亚述帝国哪来哪壮大哪来哪壮大，所以呢，伫这个亚述附近遮的国家呢，就形成一个反对亚述的这个联盟啦。特别伫这个亚述王撒尼金来过身了后，就大概伫主前705年的时阵，这个亚述的边啊所有的国家对这个伊兰甲巴比伦、甲阿拉伯、甲这个阿门、特别甲犹大、以及埃及、甲这个菲利斯遮的所有的国家趁这个新的国王，就是这个阿那基列这个国王伊的政权也未稳定的时阵呢，伊就激励巴比伦来要安怎？来反对这个亚述帝国。不过伫这个主前702年的时阵呢，这个阿那基列这个亚述王呢，就安那伊已经徛在就甲这个巴比伦这个国王甲打败了后打败这个巴比伦了后，这个亚述就对遮开始来，要来安那，要来摕甲这个埃及来对抗所以呢，埃及伫这个犹大的边所以上紧张的是啥物人？犹大。这时犹大呢这个开始紧张，伊就安那，甲伊的这个倚靠的对象来专打就任的这个法老王来求帮战。所以犹大的问题，以赛亚指出犹大的问题就是啥？伊甘愿行这个破这个埃及的大腿的自杀的路线，却唔肯听上帝的话来倚靠上帝。所以这个以赛亚讲，恁这条路到尾，你会安那？会自取其辱啦！所以咱看到伫这个
几啊千年前，即个以色列的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第一个做的代志，毋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上帝的帮助，伊拢想讲，我要安怎透过即个政治的即个方法，也是外交的方法，也是所有人应用的方法，当这的方法拢已经失败，拢已经得袂到帮助的时阵，因才开始要转向上帝来祈求上帝的帮助。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一个真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得到拯救，甲得到快乐真好的方法。毋过，咱若看到这则经文的时阵，咱要照着上帝的指示来做，咱要特别注意这几点。第一，就是在地活倒转；第二，在地安息；第三，在地平静；第四，在地信靠。这四个物件吼，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以赛亚书讲，恁得到救，在地活倒转，甲安息啦吼。咱的华语的圣经也安怎写？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有没有？所以咱就感觉讲归回安息是一件事情，其实其实咱伫汉语本的圣经写甲真清楚，伊安尼讲，恁得到救，在地活倒转，甲安息。所以这是两项事，毋是一项事。伫即个 NIV 的英语的圣经内底，对即个活倒转即个字呢，伊安怎翻译？伊甲翻译讲，这就是一个悔改的意思啦。所以伊的意思就讲，你要得到救，你爱悔改，即个活倒转就是你爱改变你的方向啦。对家己的路活倒转来转向上帝的路。当咱参像路加福音所写迄个浪子的比喻同款，浪子的故事同款，伊发现，伊到尾落尾发现讲，伊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啦。伊若阁继续行落，伊安怎看到伊家己是行毋对路。伊咧发现讲有一天，伊咧甲即个猪咧抢食物呢。所以伊若阁照伊家己的路行落，伊可能会变成甲猪共款，变成精神呢。所以伊咧想着讲阮老爸因厝真好个，有足丰盛的遮的即个物件。我想爱沦落到即个精神共款呢。所以伊发现讲，伊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所以伊必须爱活倒转去，伊爱活倒转。来转转去老爸的厝啦，安尼伊才会用转去甲爸的家啦。所以这就叫做啥？这就叫做活倒转。所以要得到救，第一个爱啥？爱活倒转。所以伫即个30章的第1节甲第2节，耶和华安怎讲？耶和华甲即个以赛亚讲以赛亚，你去甲遮的犹大的百姓讲上帝讲，恁三甲假无对我的意思啦。你甲埃及来结即个盟约，无对我的神啦。你起身落去埃及的时阵，你无请问我啦。所以恁要外口法老的势力来加添家己的势力，也闪避伫埃及的阴的下面，你拢无经过我的同意。所以上帝意思是啥嘛？犹大你犹原咧行家己的家己的路啦。所以呢，今仔日以赛亚甲犹大讲，你若无想要互即个亚述帝国来毁灭你的国家，甲即个耶路撒冷灭掉，你爱安那活倒转去，你毋通过倚靠埃及，你爱活倒转来倚靠上帝啦。所以伫遮咱看到，安尼看起来，这犹大是上帝的百姓呢。伊既然阁继续咧倚靠即个上帝以外的遮的国家的势力，所以呢，基督徒伊的活倒转，伊的悔改这项事，毋是
当咱伫即个洗礼的时阵才发生。伊应该是每一次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必须来调整咱的方向啦。咱拢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行袂落的时阵，咱是毋是来想看觅啊？是毋是我经家己的路来行，我无倚靠上帝啦？咱来发现讲，咱到底离上帝有偌远啦？所以咱基督徒必须咱每一天拢爱读圣经，拢爱灵修，知影上帝的路是啥物，上帝要爱我做的意思是啥物。所以咱每一天拢爱去调整，咱拢爱去活倒转去，对家己的路来转向上帝的路。参照以赛亚书即个22节所讲的，即个犹大犯了上大的即个错误就是啥？伊讲你所雕刻的偶像是用银来包的，你所制作的偶像是用金仔来镀的啦。安那？这都是以色列即个犹太的即个过失啦。咱拢知基督徒有当时袂去拜其他的神明啦。犹太问题出伫倒？我要拜上帝，毋过呢，我嘛要祈求上帝以外的帮衬，佮加一个保险啦。我佮上帝无保险，佮找一个其他的势力来帮衬我，来互我成做我的倚靠。所以咱基督徒定定找即个上帝以外的物件来代替上帝。第22节安怎讲？你着对伊讲，若亲像即个有的物件共款，气你着爱甲点掉啦。所以咱伫咱的生活当中，咱来发现，啥物物件来成做我要活转去上帝，转去甲上帝的家，即个路的塔碍啦。有当时是咱努力来经营咱的人脉，有当时是咱所积蓄咱的经营，有当时是咱的才调，有当时拢会变成咱要安怎，成做咱倚靠来阻挡咱转去上帝的家的即个塔碍啊！咱若要做来参像即个啥，保罗共款，保罗伫即个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甲第8节，伊安怎讲？但是并所做我的利益的，并所做我的利益是啥？咱知保罗的人，伊有真好的家世，伊是真正统的即个犹太人，伊嘛是啥？真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所以认真学即个啥，学律法，并且来遵守伊，伊要伫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啦。所以为着上帝，为着犹太教，伊来热心来迫害基督徒，这种是过去伊俩讲是对伊的性命有利益的。即阵因为耶稣基督。伊甲遮拢看做啥？看做粪扫。伊要甲遮迄物件共款拢甲献上掉，为着要转去上帝的家。所以呢，咱看到，咱必须爱时常来反省家己，啥物是咱心中的埃及？是咱的金银吗？是咱的成就吗？咱看到埃及哇，有真大的即个财富，真大的即个啥？有人面狮身像，有足伟大的建筑的甲文化。毋过遮的物件，有当时会成做咱要转去上帝迄个路的塔碍啊。所以咱来特别来谨慎，咱来随时来问，到底是咱啥物是咱心中的埃及？互咱来倚靠迄个埃及，无来倚靠咱的上帝，来成做塔碍。第二，在地安息。在地安息，咱知参照路加福音迄个浪子的比喻共款，当伊悔改了后，伊当伊甲因老爸的家，老爸伫远的所在就看到伊，然后呢走去甲伊安那揽泪烧金，对吧？然后甲手指为伊来安那挂手指，甲即个外婆用上水的互伊啊。所以这是一个身份的恢复。
伊伫伊老爸的家已经恢复着伊做囝的身份啦。所以我哋来讲，做一个囝伫伊家己的厝内底，厝老爸厝内底，应该是足自在啊，应该是足安全的，享受迄个安息。毋过有阵时啊吼，咱感觉讲啊，我不配，感觉讲啊，即个我做足侪错误的代志，所以当来甲上帝的家的时阵，咱阁想要靠着家己的困难啊那，家己的望啊，家己的方式。来安那来活啦，所以当咱若安尼时阵，咱的性命就无法度来得到安息啦。咱犹原阁想要行，咱照咱家己的路来行。伫即个马太福音11章29节，甲咱讲啥？我心内温柔谦逊，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来对啥物人学？来对主耶稣来学。咱来学习主耶稣心内啊那温柔谦逊啦，咱安尼咱的心就会得到安息。所以当甲上帝的家的时阵，咱毋通安那，佮想要去做足侪甲咱主耶稣所交代互咱的代志无共款的即个路线，这是真重要的。佮来，咱要得到快乐，咱来安那在地平静啦。安息是等于甲上帝的家，伫上帝家，咱要真正得到重新得到快乐，咱爱做两项事：在地平静，甲在地安稳啦。啥物是平静？即个英文版的圣经甲咱讲，平静就是安那 quietness， 就是莫出声，点莫出声。其实呢，这就是甲咱讲，咱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个咱爱学习的，就是咱来安静落来。咱毋通足紧的，就想要甲咱足侪的意见、足侪的想法，拢甲上帝讲，上帝拢知啦。其实，咱要得到快乐，第一项咱来学习的，就是伫上帝面前安静落来。所以呢，咱知安静有4个赞处。第一个，咱嘴爱安静，咱莫一直讲一直讲。第二，咱身体爱安静。第三，咱的思想安静；最后，咱的灵魂就会得到安静。这是咱的生命内底上深的一个安静。所以真正的家己，毋是这个外在的家己啊，是咱内在迄个灵魂啊。你看海，海的表面有那只大风大影会甲一只船啊用我变过，但是这个海上深的所在，伊是足平静安稳的啦。所以，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参像迄个海上深的所在，咱是平静的，咱是安稳的，伫遐有完全的平安啦。所以，这是一个得到快乐非常重要的秘诀。咱来安静家己，咱来会晓去学习来听上帝的话啦。当咱一直讲的时阵，咱到底听到啥物？咱到底听到啥物？这是咱得到快乐第一项爱做的代志，咱就是爱学习，爱安静伫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农夫伊伫咧摒扫伊的马条的时阵，伊发现因太太送互伊一个上一个怀表碰见去啊啦。这个怀表是安那？因太太伫在生的时阵送互伊上重要纪念的这个礼品啦，对伊意义非常的重大啦。伊碰见伊就真安那，真着急。伊伫这个马条内底一四个吹，一四个吹，吹来吹去，甲这个马条用要甲变过安尼吼，拢吹无。到伫伊安尼感觉足失望的，行出这个马条外口的时阵，拄看到有一群的囡仔伫这个马条外口伫遐咧耍，哇！伊就想讲是毋是甲这囡仔讲，你会用入去这马条替我找这个怀表无？找到的人，我互伊5块的美金。哇！这囡仔听着足欢喜的，规阵就入去这个马条吼，找这个这个怀表。毋过过无偌久。看到这囡仔一个空手出来，哇！这个农夫就更较失望咧。当伊要放弃的时阵，
有一个囡仔就对这农夫讲，啊，无你搁互我一遍机会，我搁入去试看卖，来找看卖啊！哦，这个农夫本来无抱任何的望，伊就讲好啦，你来买入去，就互你入去啦，搁试看卖啊！无想着讲无偌久，这个囡仔摕着这农夫上罕见的迄个啥，迄个怀表来甲这个农夫的头前。这农夫就足欢喜的问这个囡仔讲：啊，你到底是安怎找到的？这囡仔甲这农夫讲：啊，我啥物代志拢无做，我去到这个入去到马店内底，我就足安静，我就坐伫涂骹，我就专心来听。过无偌久，我就听到迄个足细声，迄个表啊咧行的声，滴答滴答的声，我就顺着即个声吼去找着即个怀表。所以伫遮这囡仔讲啥？我啥物拢无做，我就足安静坐伫涂骹来看着啥来听即个声音啦。有当时咱在上帝的面前，咱是毋是安尼？亲像这囡仔共款坐落来。啥物拢莫做，专心听上帝要对咱发出的声音，到底是啥物？咱来遮想无用，受着急，所以咱听无上帝的声。再来在地信靠啦，吼，华语叫在乎安稳。啥物叫做信靠？伫圣经内底都是信任这个字啦。信任甲相信，这是无共款的即个啥赞处。信用毋是甲讲我嘴讲的讲我相信耶稣啦。信用是啥？我信任耶稣啦。我举一个例吼，咱拢知伫即个有足侪迄个极限运动的，有一个叫做走钢索吼。做钢索行伫即个钢索的面顶，吼，有一个真有名专门行钢索即个特技的表演，吼。即个人呢，为着咧破纪录，吼，伊一世界全世界一世界，伊去足悬的所在，甲即个由即个钢索伫即个两个建筑物的中间不断去去创造伊新的挑战，伊新的即个啥纪录。有一遍。伊就伫一个山谷内底吼，两个山的中间，伊家己扭一个钢索，伊要对即粒山行到即粒山。咱拢知伫山谷的内底，迄个气流甲即个气流啦吼，甲即个风是上无稳定的，足危险。这嘛是一个真恶的即个啦，很难度很高的一个记录。当伊要来行钢索的迄一天。现场来足侪即个电视的转播的车，然后嘛有足侪伊的支持的人，伊的粉丝嘛来到即个现场，要亲目来见证伊打破世界纪录的即个时刻。伊就接受记者访问了后，伊就讲：哇，安尼今日来遐侪人，我要问所有的观众，恁认为我今仔日会成功无？所有的伊的粉丝伊的支持者讲：你绝对无问题啦！你过去破遐尼侪纪录，较难的即个环境，你拢已经来挑战成功啊！我相信你一定会使。伊也讲好，你既然拢讲我会使，你相信我会使，安尼我今日要对大家提出一个邀请，一个真特殊的机会，就是我要征求一个人，当我咧行钢索的时阵，伊坐伫我的即个啥肩膀，甲我同齐行过。哇！只是所有的观众拢安那点点，无人敢讲话，啥物人要来？无人敢啦，所以无人举手啦。等，最后有一个人举手，结果迄个人是啥物人？迄个人就是即个行钢索的即个表演的人的囝啦。伊讲我真正信任我的老爸，我愿意坐伫阮老爸的即个肩膀，甲伊同齐来行过即个钢索。亲爱的姊妹，这叫做信任啦。咱若讲咱相信耶稣，毋过当耶稣讲，
我邀请你坐伫我的即个肩膀上，甲我同齐行过即个更错的时阵，咱会讲啥？耶稣，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行新约，毋过呢，我毋敢啦，这毋是信任啦。其实这个信任有当时是真虚假，所以真侪时阵，咱讲咱信仰其实是咱的头壳内底的信仰，咱的手、咱的心、甲咱的骹，离咱的头壳足远的。所以咱咧特别来反省家己，咱对上帝到底是相信尔，还是咱信任信靠咱的上帝啦？然后，即个经节的后壁，伊讲恁得着救，甲得着重新得着快乐的方法，有几个字，总是恁毋肯啦，总是恁毋肯。咱发现这实在真戆影。即个上帝对即个犹太提供一个真好的即个解决的即个方法，结果犹太有接受无？犹太拒绝呢，拒绝上帝要提供伊遮的方法呢。然后呢，即个犹太选择啥？第16节伊安尼讲，伊讲。阮要骑马来走，所以恁着要走。佮讲，阮要骑迄个真牛走的精神，所以规赶阮的也要真牛走。即句话是啥？即句话就是咧骂即个犹太人，犹太啦，犹太你那上帝的方式你毋选，你要选那选精神，选迄只马，因为你讲迄个马那。当你啦有机会逃走的时阵，马走咧安那较紧。你若是讲你会逃走的吼，你会逃走的时阵，我甲你讲，你就真诶会逃走。你若想着讲马走咧较紧，我甲你讲，亚述的队兵走了比即只马搁较紧。伊就是咧骂犹太，你用人的方法，你用即个啥，你想的，你选即个啥选马，我甲你讲，你甲马会安那？会死甲足惨的，所以呢，咱伫遮看到的，就是安那，咱有当时咱的即个生活，基督徒的方式嘛是安尼呢。圣经的价值观讲，恁要得着救，爱在地啥？恁爱活到长甲安息，恁要得着快乐，恁爱在地即个啥？平静甲即个信靠，即个价值观是甲世界无共的。世界当你若困着困难的时阵，你爱紧的想办法啦，对无？你爱紧的、紧的互家己愈来愈无闲，去努力来解决嘛。毋过上帝讲毋是安尼，你爱照我的方式。当大卫伫旷野互追杀的时阵，伊知伊的毋望的快乐是对上帝来，伊知。听候上帝都会得到一个真大的改变，都会有出路。所以伫遮看起来，安静听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安静就是放下家己的即个挣扎，互上帝来引带咱。当咱若愿意安尼做的时阵，上帝会为着咱来开一个新的机会、新的路、甲新的梦。最后。即个有当时咱会问讲上帝我是你的囝儿，犹太会问讲上帝我是你所竞选的即个百姓，啥那我会拄着遮尔大的危险甲困难啦？我最爱以赛亚书即2节的经文，伊讲啥？主要互恁伫患难中有饼，伫艰苦中有水，恁的先生无相比无高相比。你要亲目看见你的先生你的教师，你偏伫做倒边，你偏伫正边的时阵，耳孔内要听见有声伫你后面讲，这就是路，你着行伊有当时咱想讲上帝，我谁来啉到遮个困苦的代志？我谁来会野身会无力啊？伫即节经文内底，伊甲咱讲，有当时上帝甲咱备办的是啥？是即个患难的饼，甲
艰苦的水。咱那些伫一帆风顺的时阵，生活足顺遂的时阵，咱有那些离上帝足远的啊。饼甲水是咱人生命维持的足重要的物件。属灵的生命内底，患难的饼、艰苦的水，相款嘛是维持咱属灵生命上重要的代志。有当时即个患难的饼、艰苦的水，上帝亲自安那赐咱啦，都亲像亚述伫即个犹大的面顶来正做犹大国的啥的即个威胁，正做犹大的患难饼甲艰苦水，这是上帝安排的。为着要安怎，互伊甲上帝的距离哪来哪近啦。所以，你讲伫即个中间，伫即个患难的中间，伫即个艰苦的中间，你要亲目睭看见你的啥教师，无要你来稳重。所以，伫即个困难当中，你要看到啥？你的上帝都伫你的边啊！过去生活真顺遂的时阵，你袂去看到。毋过，当即个患难的时阵，你要亲目睭看到上帝伫你的边啊，来安怎来引带你啦？引带你，你搁要听见上帝要甲你讲，转来，你即阵行的路是你家己的路，你已经偏去倒边，你已经偏去正边，你爱转来听我的话啊！所以，当即个患难的水患难的饼甲艰苦的水伫遐的时阵，咱才会发现到上帝咧安那引带咱啦。所以兄弟姊妹，你会感觉你会野心无？你会毋望你搁要重新得到快乐无？后壁有声音咧甲咱讲，咱爱活倒转去上帝的路。伫上帝的家，咱享受迄个安息。咱要重新得到快乐，咱学习伫上帝的面前，咱安静甲完全来信靠上帝。咱三甲来祈祷。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感谢你，你主啊，你是万源的上帝，你知啥物方式是对阮上好的方式。你愿意帮助阮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阮阁要找到转去爸的家的迄条路，转去甲你的怀抱，转去甲你的心意当中，直到阮会用真正来恢复做你囝儿迄个身份。主啊，互阮无需要拄着代志的时阵，就遐尼着急，想要对你来讲啥？互阮学习伫你的面前安静来听你迄个安慰的声，来听你温柔的声。你甲阮的内底用生出真实的交托甲信靠，行伫你为着阮所备办迄个好水的路上。感谢上帝，感谢你，互阮用安尼来仰望你。愿你每一天伫阮的生活当中，继续来引带阮直到进入你的旨意当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93首，拄着试炼灾厄，为你真艰苦。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叶丰一执事甲陈宝西执事来侍奉。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非常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欢迎甲大家来今早起来参与礼拜。礼拜后，请大家留步来三甲交易甲请安。第二，咱70周年的纪念衫，有定纪念衫的兄弟，伫今仔日礼拜后准备100块伫1楼的大厅交予志工来换，会当领衫的券。再去到地下室来领取符合你所登记的色水以及你的寸尺的纪念衫。咱中间有特别提醒为着要保护衫加工的所在的品质，建议咱放伫洗衫机咧洗的时阵，记得甲衫平平，而且甲放伫洗衫网内面来清洗。今仔日特别开放，互进前无登记购买过的兄弟会当来补买，有缘是100块，请无登记的兄弟来把握机会。第三，庆祝母亲节，咱下主日也是母亲节，迄天咱是联合礼拜，第一场的欢喜礼拜咱暂停一摆，有开车的兄弟，迄天会当将车停伫南昌街台电的停车场。咱鼓励咱大家伫下主日所有咱南门人会当穿伫咱今仔日甲顶礼拜所领到的纪念70周年的衫来做礼拜多谢大家。第四，咱主日学夏令营2023年南门儿童夏令营开始报名，主题是飞跃音乐营咱内容有诗歌翻唱、乐器的分享、烘焙。律动绘本的手作时间是对7月初5拜3到7月初7拜5伫7月初8拜6的暗时7点，咱要甲南门敬拜团伫适合70周年的音乐会馆顶来参加表演。对于上是大班咱对幼稚园的大班甲小学6年级元年级费用对即摆开始到5月30日，咱有一个早鸟价是12块。6月份开始是1500块所以请咱大家把握机会。名额有限请赶紧来报名。详情咱会当到伫咱南门教会儿童夏令营有一个粉丝专页咱三甲来看。伫酒保馆顶有一个 QR code 咱会使扫描来报名。第五，咱有读册会顶礼拜3已经开始，咱免跟读标杆人生。伫每一个礼拜3暗时7点半。伫办公室来举行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继续来办公室报名。第6，咱读经默想灵修的活动要搁开始团队组计划伫5月11要推出新的一轮的读经默想
咱要计划用2个月时间来读完出埃及记。这嘛是用报名的方式报名制吼，请要参与的伫咱州务馆长有一个 QR code 会当来报名参加。第7，咱有爱心伞吼，有姊妹奉献10几支的爱心伞放伫办公室，若有需要兄弟会当来索取来使用。记得用完了后，会当行当来互办公室，互这个听心会当不断来循环。团契消息恭喜台北中会三支教会伫顶礼拜4月30号有举行胡廷恩传道，也是咱中央长老到中一长老的直啦服务，以及就任第4任的牧师的感恩礼拜。北中妇女伫2003年东区联谊感恩礼拜，伫本礼拜六5月13下晡1:30伫咱教会举行。请妇女团契兄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详细情形咱会当请会长请问会长秀玲姊甲区长玉兰姊。咱北中双年的活动为着庆祝双年事工部创立37周年感恩礼拜甲专题演讲，伫5月31拜3上午9点半伫艋舺教会举行。费用双年团契会客有一个人50块，请赖清姊也是李丽姐来报名。社会服务咱春季旅游多谢谢玉谦班长的安排咱手机班甲长青乐活班的学员甲志工，要伫本礼拜4 5月11 7点20伫教会集合，7点半要准时出发，前往苏澳宜兰来旅游总共有2台游览车，70个人参加，愿上帝祝福因有一个平安、充满欢喜的旅游。这是请牧师补充。我先代表教会来欢迎今日在咱中间有几个人客吼。我先介绍我为美国回来有两位回应哈，Jenny 跟苏米2位姐妹，她们2位是姐妹。你看真欢迎，即马为美国回来真多吼今日特别来甲阮看。第2来介绍迄个玉兰姐的查某囝怡如怡如伫一个玉兰姐的查某囝第一遍伫咱中间。毋知影，阁有我遮无资料，毋知特别我介绍是你带来的人，需要我介绍无 ？OK， 无我补充一项吼，就是咱州部内底，即礼拜拜5妇女团契无聚会啦吼，这后壁写了毋对去吼，因为拜6下晡1:30要伫咱教会有东区联谊会，所以这个礼拜5早上这个妇女团契无聚会，拜6点半咱做主人伫即个所在，请咱较侪人来参加，还是拜6第2项爱补充的就是今仔日70周年，请大家看今仔日通你有登记，尽量今仔日领啦吼是要鼓励后礼拜咱母亲节试一届讲，大家拢穿安尼。我想问讲，赖长咱后礼拜咱聚会咱换穿迄敢会使？莫穿西装吼。大家拢穿迄搁一项就是你若无买你若无穿迄来，请毋敢来做礼拜吼。迄是一个机会啦吼。所以你若无买，也是讲无迄落咱后礼拜尽量鼓励会通穿趣味安尼咱后礼拜大家穿迄领衫来庆祝母亲节你若以前拢无登记过，今仔日礼拜煞你紧登记吼第1遍登记要买的人，请去办公室迄边，楼骹迄个大厅是要互已经登记领衫的人。如果你年纪较大，你登记了后，你摕到迄个换衫件的时候，你较有少年的，伊会去楼骹甲你领你的衫，你毋免搁等一楼电梯落去地下室，伊会甲你服务好势如果你是第1遍的，我以前拢无登记过，请你过去办公室迄边因为色甲迄个size都无一定完全照你，因为咱剩100几领无一定你爱的色一定有毋过这是原来100块啦所以请大家尽量今仔日领回去看卖后礼拜来通穿来上好
哦，哎，希望后礼拜天气真好，咱会通穿短袖的来做礼拜吼。这是咱来吟上行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来起立连续吟2遍。吟诗山叫张牧师来做导。大仁爱，应在你心内，主的听。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头、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请坐灭道避讳。